智慧镜头了，现在要靠智慧镜头这个。哎呀，靠这个智慧镜头了，智慧镜头右上角，智慧镜头按下去，然后要家庭作业啊，这是家庭作业吗？不是诶，这个刚刚有图片了呢。按智慧镜头，按智慧镜头，然后来荧幕截图，不对，刚刚对啊，有截图，然后找不到啊。现在按截图这些字，荧幕截图这几个字按下去，宕机，不是宕机比较慢，按荧幕截图这几个字下去，要看到相机，点按相机，哦，把它移到这里，事先把它移到这里的，你看，解答问题了，解答问题，不对，应该按的地方要调整一下，不是那个地方啊，针对这个题目这边按下去，还没有办法呢，没有办法帮忙解答问题耶。没有办法。哦，对，把它移上去了，看看它的搜寻的结果有没有办法解答问题。没有办法呢，没有办法呢。那可能处理哪里了？看看处理下面的啊，这个要缩小那个范围啊，把那个框框缩小，缩小这个范围。哦，这个专门针对题目的，看看他有没有办法，找不到啊。